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今天我们来聊聊在美国怎么报警比较好。娃娃 TV。我在美国到目前为止呢，一共报过2次警，一次呢就是在我家，也就是在这里啦。那另一次呢，就是我在 Berkeley 住的时候。那大家知道在美国报警要打几号吗？不是110，也不是119，更不是113，那是台湾家暴专线。在美国要报警呢，要打911，911呢是警察、消防局跟救护车的电话，3合1。你只要在美国啊看到火灾啊或者是车祸之类的，一定都会看到这3种车出动。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啊，每一个学期一开始呢，老师都会发一张 syllabus 给你。syllabus 的中文我不知道怎么说啦，就是上面会写一整个学期的教学计划、老师的规则啊，或者是计分方式等等的，反正就是类似大纲之类的东西啦。然后那个 syllabus 的后面呢，大部分都会附一张安全说明，就是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像是火灾啊、地震的时候要怎么办，然后遇到紧急的时候呢，要打什么电话之类的，好像是学校有规定要发这个东西给学生的样子。我记得我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说过，就是如果你在学校遇到啊，或者是发现什么危险的事情，例如有人持枪的话呢，要尽快打电话给学校的警察报警，不要打911，因为打911它会连到比较远的地方，它还要转啊转的，你跟这个说明了，然后他还要去跟另外一个说明，然后警察才会来。所以呢，打学校警察的电话呢会比较快一点。我想这个道理呢，可能就是跟你在一个地区直接打当地警察局去报警的话呢，会比较快一点的道理是一样的。我有一个老师呢，就让我们最好呢把学校警察的电话输入到我们的手机联络簿里面去。当然啦，如果你遇到比较紧急的状况呢，而你又没有当地警察局的电话的话呢，那还是打911会比较好啦。那接下来我来说明一下我在美国为什么会报警呢？我第一次报警呢，是因为我家遭小偷。那天呢，是因为我们家有朋友来，所以我们全家呢就跟朋友到外面去吃晚餐，然后家里乌漆麻黑的，然后外面也没有停车，所以小偷呢可能就研判这一家没有人，然后我们家又是边间，所以他觉得可能好进好出，所以他就进来了。那个小偷呢，他应该是先把我家外面的电闸给拉掉，才进来屋子里面的。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家电灯就完全打不开。那我家那次遭小偷呢，其实并没有什么损失啦，因为那个小偷正在偷的时候 ，ing 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刚好回来了。其实我那天开门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个黑黑的人影从我们家后门跑出去，我当时还大喊谁是谁，我还用中文喊，超蠢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下意识反应吧，我也不知道我们家会遭小偷啊。我当时可能是想说，会不会是我小妹妹晚上提早下课，然后别的同学先送她回家，她没有告诉我们。因为那天呢，我小妹妹她晚上有课，所以她没有跟我们去吃饭。然后我们吃完饭之后呢，我妈妈就先带我跟大妹妹先回家，然后要准备去接我小妹妹。我跟我大妹妹回到家之后呢，就打开门，然后发现灯完全打不开。我还在想说是不是我们家跳闸的时候呢，我那个大妹妹啊，她就拿起手机，然后打开手机的手电筒一照，哇塞，不得了了，我家玄关的一个柜子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啊！我们就吓一跳啊，就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我们赶快出家门，跳上车，锁上门，然后赶快打电话报警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是打911啦，因为是比较紧急的情况，而且我们又没有当地警察局的电话，所以就打911啦。我们电话拨通之后呢，就跟那个接电话的警察说了我们家的情况，然后他就叫我们千万不要再进去了，赶快在车上锁好门，他赶快叫附近的警察先过来。过几分钟之后呢，就有一名警察来了，来超快的。在美国发生这种事呢，警察都会来超快的啊。他就先在我家附近看了一下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进去？”他就说他只有一个人不能进去，因为他不知道里面的情况是多少，小偷有多少个人，里面还有没有人，所以他要等其他人来，他才可以进去。再过几分钟之后呢，也有3、4辆警车来了，然后警察呢都全副武装啊，然后还有警犬也来了，然后他们就进去搜查了。等到他们都确认我们家是安全没有人的时候呢，他就请我们进去看丢了什么东西。我们一看啊，那个电脑啊、iPad 啊等电子产品呢几乎都不见了。然后过没多久呢，就有一个警察跑来跟我们说，你们可能不会有什么损失，因为他们在我们家院子里面发现了一个皮箱。我们心想啊，不见的东西不会都在那个里面吧？结果箱子一打开，还真的都在里面，我们超开心的。在那天之后呢，我们就去把我们家外面那个电闸的那个箱子换了一个比较好的锁，然后家里装了保全系统啊，然后出门的时候，晚上出门的时候呢，都会留一盏灯。
那我第二次报警呢，是我住在 Berkeley 的时候，那次报警呢是因为我堵拦。我记得那天应该是星期四晚上吧，我读书读到头超痛的，然后吃了药准备要睡觉，结果不知道是我那栋公寓的楼上还是楼下的租客呢，他在放音乐，就放超大声的，懂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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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应该是在开 party， 都快12点了还在给我开 party。那因为我头超痛的，所以我就很不爽，然后我就爬起来上网查了 Berkeley 的噪音检举电话，然后就给他打过去报警了。然后差不多10分钟左右，警察就来了。我下去给他开门的时候呢，他就说我去跟他们谈一谈，然后真的就不吵了。我这样会不会感觉超坏的？没办法啊，谁叫我那天头超痛超堵拦的。好了，那以上呢就是我在美国报警的经验，提供给大家参考，这样大家就知道以后在美国报警要怎么样打电话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按订阅、开铃铛、加分享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按赞 follow 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